你就这样过来的？子弹无眼，我怕误伤。穿上防弹衣，安全一些。这也太丑了吧！我可不穿，死也要死得漂亮一些。哦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快！哦，你干嘛？有机器人，我害怕。没什么好怕的。哎，别，机器人多，我特别容易死。有多快？半个小时重启了6次。那你还挺锲而不舍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找到机器人侵占地球的计划书，一会儿冲出去，你跟着我。哦，嗯，行，别让我死，拜托。啊，走。完成，数据已收录。接下来，请去阁楼继续寻找机密文件。立柜后面，我继续。看好了，刚才都看清楚了。刚才都学会了吗？你要听我真实感受吗？说。我觉得我是个瞎子。是不是还觉得自己是个聋子？小龙虾。你到底是怎么判断出来的？就听声音判断啊。厉害。